啊，那也叫搞啊。还好你发音很标准啊，我的耳朵你那叫搞呢。哦，毕竟是台语人，哦，这样哦。哎，我最近有一个买东西的经验，我真的觉得可以提供大家做参考。这个销售员太可爱了，当然因为东西我也很喜欢，然后他们又开始。啊，恁是咧欢喜啥？啊，用咧跳起来，对，他们在后面就突然大笑。好，总之就是说他卖的东西我还蛮喜欢的，然后主要是他的销售让我觉得他太可爱，我不买我都觉得有点不好意思。我其实是走过那条街顶好嘛，然后我其实是要去便利商店叫车，然后就经过那边的店家都是小一间嘛。然后就很多都是衣服，然后就经过突然看见一件呢宽管的裤子，然后它下面又有点小喇叭，小喇叭，就是嘴巴很。就是他在家里第8个出生的小喇叭。你是说肖志伟吗？然后他又高腰，我觉得衬衫又可以扎在里面，我就问他说，我说小姐这条裤子有没有 size？ 他说有可是只剩这一条了。我就说哦是哦，那请问这条是什么 size？ 他说这条 S 号你知道他的眼神就这样，这条 S 号然后看着我，然后我也不知道我到底能不能穿，我就跟他说哦这样我48公斤，你觉得我可以穿吗？然后你知道他接下来说什么？他太棒了 ，so sweet， 他就说真的吗？你看他就是在等你。超级可爱的。我整天，我跟你讲，这件裤子在这里挂了好几天，过了好几天，没有一个那么瘦了。那后来呢，我又看到他一条 A 字裙，然后是牛仔的，很漂亮。因为他的 A 小 A， 但今年刚好穿靴子很合适。我就还在看到，想说可以穿靴子怎么配的时候，我说那这条有没有 size？ 有，你稍等我找一下哈。对不起，也是最后一条，什么 size？ S。然后他就说：“你看，是不是他们都在等你？”我这个礼拜做生意拢卖迄大口袋啦。哎呦，小姐啊！把奈。被把奈弄松了。我觉得他可能也瘦了。裤子就掉下来了啊！拍谁好，所以你不觉得吗？销售是一个学问，然后呢，他这样子的一个方式让我真的觉得他好可爱，所以我就买了，而且真的它也不是很贵，而且穿起来很好看。好，下礼拜再穿给你们看。这个礼拜因为要合体，所以要穿的比较不一样一点。你知道我最近在做一个料理节目。钓鱼料理节目。料理，对不起，我听成钓鱼。我心想，你什么时候有这种癖好啊？料理节目。料理。然后，如果我要在节目上做的菜，我都会先在家自己试做一次。对 ，review 一下。然后呢，有一天我就去市场买，就是我那天要买很多东西，然后我就去了一个，我就看到我去滨江，然后就看到有一个进口的酪梨。滨江是吧？滨江市场。我想说你去冰箱。我今天不是耳朵有问题，就是嘴巴有问题。去滨江市场。OK， 好。然后我就看到，这个酪梨很漂亮，它进口的这样。然后我就问他说：“涛哥，你这又来那边？”他说：“哈？”我说：“这个酪梨怎么卖？”你会讲酪梨的台语哦？我说：“可是你听你说话，你应该也是会讲台语的。”不是啦。酪梨这个物件就是没有人在讲台语。那天有人来问我有一个姓张的小姐来问我，张启慧。张启慧。她跑来问我说：“酪梨的台语怎么讲？”就不会。她不会呢。因为它又叫牛油果啦。油来啊。对，就是油嘛，因为它油那个感觉就是油的。对，然后它有很多种讲法，它还有另外一个是它皮很粗嘛，很像鳄鱼。它也有人叫它叫口来啊，对，就是鳄鱼皮，这个我有听过。对，然后还有一个比较 low 的讲法，但也真的有人在讲，叫阿布卡的，因为它叫 avocado。avocado。阿布卡
就是阿布超腿很长霸北，是吧？腿很长的意思哎吗？对吗？阿布卡的，哦，台湾人真的很会玩谐音梗呢，真的是好厉害哦！对啊，然后他说，哎呦，你会讲肉梨的台语哦，惊为天人啊，而且他是用这个口音问我的哦，我相信，哦吓一跳呢。好，哦，接下来是哎我的歌，你的歌啦，啊，也是你写的嘛，是吧？对，这首歌其实我。